咱各位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8页，解说甲正文第58页。对于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3节。对于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3节，就是解说甲次是19对呀。即嘛应该要来说来解说一遍。一遍就是四个次16对法，欲解用，即道观一切经法，次入即理两遍，自性动用。强人言语，外以上理上，内以空理空，欲转独相，即中邪见；欲转即空，即中无明。即空之人有邦经，直言不用文字。既因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因得道不入文字，即此不入语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帮他人读文字。即马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在前面已经是将36对，就是讲36种的对态之法呢，来讲了啦。这个36种对态之法，就是外境的无情是5对。第二就是法上语言12对，第3就是自性起用19对，合起来就是36种的对法。即马慧能大师就讲此36对法，欲解用即道观一切经法，就是讲前面所讲这36种的对态之法，若是会当好来了解，来去甲应用。解用就是了解应用的意思。若是会当好来了解甲应用，安尼呢，这个道理就贯通一切经法。意思就是讲一切的经法就会当好来贯通。那所有的这个道理呢，拢会当好来通用。咱有一句话就咧讲做一理通万理铁。一理通万理铁的意思就是讲一项的理通其他的这理呢就同款就通的意思。那为什么会当一理通万理铁呢？那就是会当好来了知道理的原则性。只要你将这个道理的原则性是会当好来了解啦，那一切道理呢，当然就会当好来了解。所以你若是会当好对36种的对法去了解，去甲运用，安尼道理就贯通了一切经法。下面讲出入即理二遍，这个出入即理二遍的意思就是讲用这个32种的迄个对法，你去甲显示，安尼呢就会当好来远离着两边。这个两边呢就是偏在边啦。那这个偏在边比如讲有啦，或者是无啦，这是两边啦。以这个有来变无，以这个无来变有，在这个中间变来变去，有甲无咧，两个同款都是无的，所以就会当好离开有，离开无。在离开有、离开无迄个所在，就会当显示中道出来。
在《入道亚文论》有安尼讲，讲因何是中道啊？回答就是讲无中间，也无二边，即中道也。这就是假设问答啦。讲什么是中道啦？这是问的咯。回答的就是讲也无中间，也无两边，就是中道。搁再问讲因何是二边啦？就是讲什么是二边啦？二边就是讲两边的边啊。毋是中间两边的边啊，什么是两边的边啊呢？回答的就是讲有为有比心，有处心，即是二边啦。就是讲有比心，有处心，就是讲有迄边的心，有即边的心。那么有即个彼此的心，这呢就名叫做讲做二边啦。我再问讲因何名彼心处心啊？嗰什么是叫做彼心？什么叫做处心呢？在《入道亚文论》的回答就是讲月薄色性啊，名为彼心啊；雷气妄念，名为处心。讲对于这个月来讲，互外面的色境啦，互外面的声尘所绑，这名叫做彼心。这个彼心的意思就是讲，你这个心着在迄个外面的在境界，这名叫做讲彼心咯。迄边讲内气妄念，名为处心。讲在内面呐，生起迄个妄念，那就名叫做讲做处心。这就是彼心啊，处心的道理。讲作一月不染色，即名无彼心。讲假如若是在迄个外面呐，不染色，不染色就是讲在即个外面呢，无去染即个色尘，对外面的色尘的境界，无去甲伊染着，安尼就是无彼心啦。内不生妄念，即名无处心。就是讲，在这个内面啊，你若无生起这个妄念呢，就是名叫做讲做无处心。讲处非二边了。既然无处心，无彼心，那就是无两边。讲心既无二边啊，中亦何有在？讲这个心既然是无两边，那无这个两边就无中间咯。这个两边中间呢，就是互相去对现的物件。又有一个中间，才讲有两边；也有两边呢，才变成讲有中间。那么，既然这个心都无彼此，无这个两边，也就无迄个中立的中间啦。讲得如是者，即名中道啦。讲会当安尼呢，那就名叫做讲做中道。这就是在《入道亚文论》伫咧解说出入即个二边，由这个二边呢来显示着中道的意思。下面讲自性动用，这个自性动用的意思呢，就是讲，假如你会当来了解36种的对待之法来去应用。这个道理呢，贯通了一切经法，也在对这个对待之法辩论其中，来去甲伊论说其中完立了两边，也结果呢，就是会当好来得到迄个自性的作用。这个自性作用名叫做讲做动用应该就是讲自性伊的功用的意思。无论是倒一边无论是对待之法，事实上呢，这拢是由自性所起的作用。因为是自性所起的作用，所以境界呢，无应该执着偏在倒一边。譬如讲烦恼甲菩提，那这个烦恼是一边啦，菩提是一边啦。毋过呢，烦恼性即菩提性。
安尼，这个烦恼甲菩提应该是一体。要这个烦恼也好，菩提也好，共款啊，就是自性的动用。也就是讲，这个共款啊，就是由自性所发起的迄个作用。下面讲强人言语啊，为以相离相，类以空离空。若专着相，即中邪见；若专着空，即中无明。讲强人言语，强人言语就是讲甲人啊，伫咧讲话，安尼名叫做讲做强人言语啦。讲甲人伫咧讲话，迄个时阵呢，话以相离相，就是讲在即个外面呢，在迄个外表上的迄个所在，必须啊爱离开迄个外表上。类以空离空，讲在内面，那么这个内面方面呢，在这个空的所在啦，必须爱离迄个空。这就是在入道亚文论所讲的意思啊，有相通的道理。对于这个我讲起来，我有色声香味触的五尘境界。啊，这个五尘境界也可以讲就是有形上的境界，但在这个外面的色声香味触五尘境界中呢，唔通去互外面的境界绑着。在这个外呢，无去黏着色声香味触的五尘境，那这就是讲我在这个相的所在，会当互来离开相。啊，这个内面的心，咱内面这个心呢，本来也是互你看袂到的物件，所以这个心呢，应该是属于空的啦。这个精神甲物质呢，这是有形上的，精神呢是无形无相。用这个无形无相来甲伊讲，会使来甲伊讲就是空。但是啊，对于这个无形无相的这个精神，咱呢也是啊，袂使咧着在空的所在，所以来对这个空，应该爱远离着空才会使。为什么都爱远离相？为什么都爱远离空呢？一边慧能大师进一步说明，讲若专着相啊，即中邪见；若专着空呢，即中无明。若专着相，就是讲假如若是完全来着外表的相，要哪呢？就静中邪见。静中邪见就是讲，你这个见解呢，就变成偏邪了。你这个见解呢，就变成无正确。咱一般凡夫众生啦，拢嘛是在这个外表上的所在来着这个外表相。咱众生的执着的根本就是五执。五执就是讲，将咱这个身躯当作讲，这都是我的。因为有这个五执呢，变成就是有这个我所有执。因为身躯是我的，所以金钱是我所有的物件，财产是我所有的物件，车子是我所有的物件，等等，就变成有一个我所有执。也这个身躯实在是四大五蕴加合的根本，不是咱的，该当作讲就是咱的。那这款的见解本身呢，就是一种的不对。那在这个所在呢，就正中这个邪见。正中什么款的邪见呢？又有这个我执，有这个我所有执，结果呢，就在这个我或者是我所有的这个所在呢，进一步来去甲伊起一个妄分别。我会当好永远踮在这个世间，那变成一种的相似见咯。或者是讲我这个身躯死了就无去了，那变成断别见。无论是相似见也好，无论是断别见也好，就是对于五执的烦恼所生起。所以，假如咱若是完全着在外表之上，安尼呢，种种的邪见
就在这个所在成长出来了。下面讲若全着空啊，即中无明。讲假如你若是完全着在这个空的所在，就正中无明。这个无明就是对事理啊无所明了。因为你家讲这个空嘛，是毋是实在完全空呢？咱用咱一个人的心来讲就好，咱人的精神，精神是毋是完全空呢？既然是完全空，就变成讲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就变成啊无什么款的作用。但是心虽然是互你看袂到，确实有迄个作用。所以你家讲这个心完全空，也是不对啦。所以你若是将咱这个精神，将这个心呢，家当作讲是完全空的物件，那就正中了无明。讲执空之人有邦境，直言不用文字。讲若是执着在空的这个人啊，就变成呢，会去诽谤经典的道理。因为在经典内底呢，并无叫你讲爱执着在空。经典虽然是处处来显示空，但毋是讲叫你啊就着在迄个空的所在。那经典为什么他会讲这个空呢？经典内底讲空啊，就是要对伫咱众生有的执着啊，为着要对伫咱众生有的执着，所以在经典才讲迄个空，却毋是讲叫你把这个有给打破了呢，就着对空迄个所在去。咱众生呢有三种的执着，第一种的执着就是有执。第二种的执着就是空执，那第三种的执着呢，可能变成啊空的执着啊，所以呢，对这三种的执着，拢完全来甲伊去掉。因为你若是执着空呢，就会讲迄个不用文字。那么伫这个所在，或者直言。什么叫做讲直言呢？直言就是讲一味就安尼讲，就一味就讲毋免用这个文字啦。那这个直言不用文字，也有迄个事实可以提出来说明。在大乘的迄个北宗论有安尼讲，那这个大乘北宗论当然就是属于北宗禅方面的道理啦。在这个北宗禅方面就安尼讲，有文有字或成事，无文无字或涅槃，有言有说或成事，无言无说或涅槃。就是讲，凡是有文字就是成事啦，那无文字呢就是涅槃。有言说就是成事，无言说就是涅槃。也人就是将这个语言、将这个文字完全给排除掉，偏在迄个无有文字、无语言迄个所在，该当作讲，这呢就是得到解脱。六祖慧能大师恐惊咱呢生起这款的偏见的执着，所以就安尼讲啦，讲执空的人呢，就会诽谤经典，就会一味啊讲去。修行呢，不用文字，但下面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讲既因不用文字啊，人亦不合语言，只处语言便是文字之上。讲既然啊，讲合作毋免用这个文字，要拿呢咱人呢也无应该啊有这个语言，这个语言甲文字啊，这两个呢。可以讲就是有相关联，语言也好，文字也好，这是要表达咱这个内心的意思。咱内心所想的，或者是用个嘴讲出来变成语言，或者是用字写出来呢变成文字。比如讲，有的人伊袂晓写字，那只好呢就用个讲的咯。
呀，有的人呢可能讲袂出来，但是手也会震动，用个写的。也是讲，有的人咧根本伊即个喙都袂讲话，像讲哑狗。啊，即个哑狗的人呢，虽然是讲伊哑狗啦，但是呢，你若叫伊学写字，伊原来会晓写字。所以变成讲喙讲袂出来，但是啊，会使你用过迄个语言啊，用过文字来表达出来。那即个表达的方法，除非是语言，除非文字以外，咱现在是科学较进步啦。迄个袂晓讲话人啊，用过手语。手语就是讲用过迄个手势，手比来比去，安尼就是伫咧表示，等于是语言共款啦。那是伫表示迄个内心的意思。伫遮六祖慧能大师就讲啦，讲既然讲合作毋免用文字。也若咧人呢也无应该有即个语言，为啥物呢？讲基础语言便是文字之上。讲只要有即个语言，那即个语言呢也就属于一种的即个文字之上。因为即个语言也是要表达咱内心的意思的。文字共款也是要表达内心的意思。所以无论是语言也好，无论是文字也好啦。共款呢，拢就是一种的执着，一种的外表相。讲由因得道不入文字，即此不入良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帮他言读文字。讲又搁再讲得道不入文字，即个得道不入文字，就是讲一味呢讲。毋免来建立这个文字，毋免建立文字的意思，就是讲毋免用过文字啦。咱禅宗有伫咧讲做不入文字教外别传，那这不入文字教外别传，这个入应该就是讲采用，就是讲无有采用这个文字教外别传。事实上，这个不入应该呢来讲做不着，安尼意义呢，实是更加正确、更加容易了解。所以，这个禅宗的道理啦，应该就是讲，毋是限着，毋是限在咱世尊所讲的迄个语言文字中，乃是在这个语言文字教以外所传出来。那对于这个不入文字教外别传，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所讲的，譬如讲无上的三皈依啦，或者是讲一切三身佛等啦，这应该就是属于不入文字教外别传。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乃是出自于已经了悟迄个心境所讲的，毋是根据经典的文字所讲。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就来讲啦，讲又搁再讲得道不入文字，但是呢，即此不入良字亦是文字。你讲何做不入文字，但是呢，你有这个不入这两字，那不入这两字毋是文字是啥物呢？你有一个不入伫咧，那不入这两字呢，也共款是文字安尼哪里会使你讲何做不入呢？你既然叫做讲做不入，就有这两个不入的文字伫遐，安尼就是袂使你家讲，叫做不入文字啦。六祖的意思是安尼讲法。注意看先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